喺三鄉嘅中心地段雅居樂萬象雲2期嘅單邊位別墅，上下咧總共有3層嘅呢種現代風別墅，建築面積165方，使用面積咧可以達到300方，可以做5房4衛嘅，前後花園加埋起身咧，加埋側花園咧有將近120方嘅。呢度咧係三鄉嘅一個中心地段嚟嘅，所以咧配套方面比較成熟嘅。樓下咧就一個美食街啦。而且我哋交通咧都係比較方便嘅，到珠海人工島咧都有車直達嘅，返香港太子荃灣 OK 嘅。呢邊咧8人位大餐台入去咧就係我哋嘅廚房位置啦，入嚟咧就係我哋嘅洗手間同埋我哋1樓嘅長者空間，朝南向，非常之舒服啊！入嚟睇下呢個中空大廳係咪非常之大氣？6米嘅挑空大廳嚟嘅，到時候咧就可以搭建一間房都係冇問題嘅。睇嚟我哋後花園咧空間咧將有50-60個平方，都唔細嘅。到時候根據自己中意咧來改造嘅。2樓咧目前咧就可以做翻2間房，3樓咧都可以做翻2個套間，所以咧可以做到5房4衛嘅格局，使用面積咧將近300幾方嘅。依家咧首期咧38萬，月供咧唔到1萬蚊，你就可以喺三鄉嘅中心地段雅居樂萬象雲2期揾間性價比高單邊位嘅連排別墅啦。如果你想睇樓嘅話，記得揾大福。